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说到房地产的时候，我们经常用一句话：短期看金融，看政策，长期看人口。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决定房地产的未来，对吧？长远看，我们要看人口。那现在我们的人口是什么一个走势？澎湃新闻报道说，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5.9万对。民政部官网4月25日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离婚登记63万对，结婚登记数量较2024年一季度进一步下滑。此前2024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96.9万对，离婚登记57.3万对，相较而言，今年一季度结婚登记数减少了15.9万对，离婚登记数增加了5.7万对。从全年统计数据来看，全国结婚登记数在经历2023年的止跌回升后，于2024年再度下探至610.6万对，结婚登记对数持续下滑。那这结婚的人少了，那生孩子这不就更少了吗？这不人口继续下滑，新生儿出生率会更低。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多地宣布发钱奖励结婚，浙江优化完善高校在校学生婚育制度，就是大学生也可以结婚了，你在校上大学顺便把婚结了，不结怎么办？不结给你奖励。你看这个第一财经日报说，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奖励结婚。根据广州日报4月15日报道，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日前出台初婚奖励实施方案，规定双方或一方为本村户籍股东成员的初婚夫妻，最高可申领4万元奖金，也就是你结婚给你奖励4万块。今年3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通知。若干措施提到，倡导适龄婚育，鼓励有条件地区为符合条件的结婚登记对象发放结婚红包、消费券等，推进婚登加文旅融合发展，提升综合性婚姻登记服务品质。在浙江省内，一些地方此前已出台奖励结婚相关措施，其中2023年4月，绍兴市推出13条优化生育政策，包括对每对在绍兴登记的结婚的夫妇给予价值1000元的礼包。2023年8月，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宣布，对方在该县双方均为初次结婚登记，且女方年龄在25周岁及以下夫妇，至少一方为常山户籍的，给予1000元的奖励。与此同时，各地纷纷优化婚恋服务。前述浙江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提到，优化恋爱交友载体，建设一批青年婚恋观教育阵地，搭建可靠安全高品质线上交友平台，实施青恋提升计划，深化浙公园青年职工交友活动，什么加强公益红娘队伍建设，打造这里幸福会婚育服务品牌，优化完善高校在校学生婚育相关制度。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年轻人结婚生孩子，那可是操碎了心。问题是有用吗？你给个1800的，谁为了1800的去结婚？你结婚给4万，这个还可以，但是恐怕也只有少数地方，比如广东那有钱的地方才发得起啊。所以多了不要讲了，目前这么对数，结婚的一个现状以及人口出生率就这么个现状，你说房价未来怎么走？它这个就像地球引力一样，地心引力啊，所以总有一个东西坠着房价，让房价往下走。那现在如果你想要让房价稳住，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它往下走更容易，往上走难。往上走你要更加采取一些措施，发展经济，要让大家信心越来越足，大家的收入越来越高，这个谈何容易？所以说未来的房价会怎么走，大家心里基本上都有个数。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房价一定是个结构性的矛盾，有的地方房价恐怕还要涨，你不能否认核心资源优质的那些房子保不齐它还要涨，但是大部分地方它肯定只有下降一条路。最近有很多文章介绍关于日本，很多中国人跑到日本去买一户建，买日本的别墅，花钱去修，这样文章很多。还有很多中国人跑到意大利去买房，买了之后自己花钱修。你比如说今亚洲前几天他一篇报道说，中国买家正在拯救日本传统房地产，他主要讲的是中国移民正选择进入
什么医护件或者叫家庭装修行业。很多中国移民对日本的这种木质联排别墅感兴趣，而日本人对这种木质联排别墅是逐渐的抛弃，就是他们不感兴趣，但是中国的移民感兴趣。说日经新闻调查发现，在京都的2900家普通旅馆中，约800家住宿设施由外国人经营，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人开发，中国人在经营。报道称，在日本的重要文化遗产因缺乏继承者而不断消失的同时，似乎有一大批渴望继承遗产的中国人正在举手，希望成为新的继承人。这是日经亚洲报道。咱们看多了这种正面的报道，是中国人喜欢日本的这种联排别墅木质的。那正好今天晚上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上海的中产家庭移民到日本，他的遭遇。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定居日本第3年，一个上海中产家庭不想熬下去了。大概就是本来对日本充满了这个幻想，觉得自己应该移民到日本，结果到了日本之后待了3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打退堂鼓了，有点后悔。我们看看他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后悔？他文章说，他说40多岁的王先生是上海人，在国内深耕互联网大数据行业多年，年薪100万打底，生活优越，每年全家都会出国旅行至少5次，最贵的一次花了20万。2020年年中，在得知经营管理签可以移居日本后，他立即起心动念，决定出国。2020年年中，大家也知道，那不正是口罩期间吗？30次赴日旅行，王先生几乎走遍了日本，那说明他对日本非常偏爱。到日本旅行都30多次了，那对日本也非常了解。对许多人来说，日本的吸引力不止于距离，更在于其干净有序的公共环境、高质量的服务体系以及让人安心的旅行环境。这种正面感受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被放大，适合久居的理想化投影便落在了人们对日本的印象之中。大家虽然没去过日本，但是被这些报道、被这些说法渲染之后，大家对日本都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2020年11月，王先生辞去了上海的工作，一家3口从浦东机场登上前往日本的航班，直到去年春天。这个王先生说，旅游和长居完全不同，每一个定居日本的外国人都会提到这一点，对王先生而言更是如此。说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刚到日本后生活事务的办理。他说第一道难关就是办卡，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是非常基础的事务，这非常不容易。银行会要求你先办张手机卡，通讯运营商会要求你先办理银行卡，两边互相推诿。只是办一张借记卡账户期间填了无数表格，最终还被告知办不下来，简直无法想象。填了一堆表格，再被银行盘问3小时，王先生借记卡勉强办下来了。更难的是信用卡，他申请了2年多，多家银行全部拒绝。虽然不是必要，但比如水电费绑定信用卡后可以自动扣费，没有信用卡只能在收到缴费单后拿着现金去便利店缴费，非常不方便。最终他选择花钱找了中介，才解决信用卡的问题。旅行时，王先生心目中的日本像一台服务周到的精密机器，对游客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旦成为这里的居民，就像被卷入了另一套缓慢、苛刻又毫不通融的体系。光是处理这些琐事就让他有点心累。也就是游客去了之后，在那儿觉得很方便，但是你要在那儿定居，那你就会感受到另外一种这种缓慢、迟缓、苛刻、严谨。他说，比如日本人可以晚几天交税或是各种生活费用，但持有经营管理签的外来者若如此，就会产生不良记录，对于之后的续签乃至申请永久居留权都有负面影响。有一次水稻局把我的税费单弄丢了，单月也没有补记，我只能去现场让他们补开，以及开具证明，说明这不是我的问题。对方一度想要推脱责任，最终还是据理力争后才同意。中年日漂赚点钱到底有多难？也就是你看他在上海是年薪100万打底，跑到日本去了之后赚钱到底什么情况？费心劳力的琐事之外，王先生的主线任务也没有顺利推进。2020年，不少国人赴日持有的都是经营管理签及投资签证，这种签证基本门槛只要500万日元，大概是24万人民币。相比其他发达国家门槛高昂的投资类签证，日本的经营管理签推动了像王先生这样中年日漂移民群体的壮大。近年来，年富力强的国内中高
中年高收入群体正成为移居日本的主流。根据日本政府统计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在日中国人30到39岁的占比最多是 25%， 超过了占比 24% 的20到29岁年龄层。此外，与2019年之前相比，40到60岁拿到日本身份的国人迅速增加，40到50岁和50到60岁人群各增加了大约2万人，分别达到了 14.7 万和 8.4 万人。这些中年日漂家庭净资产大多在300万到5000万人民币之间，绝大多数选择在日本首都圈落户或购房置业，并安排子女在当地上学。但在王先生看来，经营管理签是个日本发明出来的垃圾签证。日本的工作签证是企业为外籍打工人申请的长居签证，适合赴日上班的外国人，而经营管理签则要求必须在日本做生意。对中国居民移居者而言，大多有几种情况：一是找机构纯粹做账，开个名义上的公司；二是原本在国内做日本相关业务，将公司从国内搬到日本；三是保有国内公司主体，定期在日本采购，产生业务联系，以及王先生选择的第四种，说真的去经营一些生意。在赴日前，他原本计划布局餐饮和旅行业务，当时参考非典时期，以为国内防控可能会在1年内结束，未来可以在日本面向国内高端游客提供定制化家庭旅行，再向日本消费者提供本土化的中国料理。为了实现这个设想，王先生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他想要做高端定制旅行业务和餐饮，为此成立了公司。这个蓝图因日本流行病传播复杂变化，没有顺利推行，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暂停营业。所以王先生对经营管理签的看法非常负面，我甚至怀疑这是针对中国移民设计的一个骗局。由于大多数持有经营管理签的人都不会日语，移居后如何经营生意成了头等大事。王先生认为常见的坑是买房收租，这也是他看到的中国移民中最多的投资失败案例。你看，刚才还说了，中国人热衷那种一户建，那种木质的联排别墅，买了之后改成家庭旅馆，有的改成办公室，改成民宿、客栈什么的。王先生看来，买房收租，这是中国移民最多的投资失败案例。房产中介以满租的状态宣传投资收益率，并刻意忽略后期养护费用，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将房产卖给买家。在首任租客离开后，并不会继续保证房产的续租。对于日语困难的外来者来说，自己几乎没有找租客的能力，想要再次出手时，还会发现当初到手价远高于市场价。赤手空拳来日本干一番大事业，对王先生几乎是不可行的。许多事先想好的算盘都会被日本当地规则限制。其实在国内保有公司是最好的方式，说白了，很多人都是烧钱供着这个签证。这个王先生呢就后悔了，有人如鱼得水，有人悻悻而归。长居日本3年前后的体验感落差给王先生带来了挫败感。第3年，他隐隐约感觉到哪里不对，渐渐的一种明显的审美疲劳开始出现。食物翻来覆去就那几种味道，风景看来看去也就那样，他和妻子感到疲惫。我们夫妻2个都想走。结婚15年，平时无话不说的夫妻下定决心后，唯一担心的是当时快要上小学6年级的女儿从小学2年级到5年级都在日本读书，儿童适应能力强，用了2个月就和当地学校的日本同龄人有说有笑，中间还经历了一次转学，适应能力比父母强了不少。一开始他有点抗拒，但最后还是觉得爸爸是一家之主，同意了我们的决定。此外，王先生和妻子也有不少隐忧，一是因为日本的宽松教育可能会降低他未来学业竞争力，二是担心他说中文的机会减少，将来会和父母产生沟通隔阂。这在通过经营管理签来日本的中国群体中其实非常常见。于是在移居日本3年多后，2024年4月，王先生一家回到了上海。我们不是个例，2022年去日本的上海人特别多，大家还会经常聚会，发现很多人都后悔了。日本企业里森严的上下级机制，外国人怎么学也学不会的读空气能力，无处不在的隐形歧视。比如说因为日语发音不够好，在职场被边缘化，长居日本仿佛是一场规则怪谈。
有1万个规矩需要遵守。从小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日本人适应良好，但对外国人而言可能是一场折磨。王先生的外籍朋友因为不满澳大利亚当时的防控政策，移居到日本的妻子老家，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当地排外的氛围，始终找不到太理想的工作，最后决定一个人先搬回澳洲。回想3年半前赴日的决定，他觉得自己高估了全家的移民驱动力，导致后面面对种种困难无法接受，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老生常谈，还是太冲动了。王先生也见过在日本如鱼得水的这些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熟练掌握了日语，人到中年学语言比较吃力，性格比较开朗，平时大大咧咧的人可能不太容易适应日本的环境。对于想要去日本定居的人，他建议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再做决定，切忌破釜沉舟，做好及时止损的打算。这个说了一个在上海的中产，年薪100万的这么一个王先生，移居到日本之后，3年之后又后悔，又回到上海。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头脑一热，一看人家介绍日本，他就去日本移民。老粉丝经常看我节目的网友知道，我是没有移民动力的，除非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人家不让我在这儿待，否则我都不会移民。我或许会到国外去住一段时间，去国外旅游，去体验一下，但是我是不会移民，我甚至不会打着为孩子着想，什么为了孩子学习，什么到这儿移民到那儿。在我看来，这都属于那种没有想清楚，他就没有看清楚。即便这个什么王先生40岁年薪100万，实际上说明他脑子是糊涂的。他这个年薪100万也是靠机遇、靠运气，恐怕有个大平台，不是靠个人能力。所以他对这种判断，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虽然他去了30多次日本，他才会做出这么叫粗糙的、盲目的决定，要移居日本。这里我不是说移居日本不好，这个移居日本移民还得看适合不适合你本人，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绝大部分99%的人想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会找一些借口，什么为了下一代，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他更不知道移民意味着什么，纯粹是看表面现象。看到别人移民还挺风光的，尤其很多中国人在日本都是驴粪蛋子表面光，驴拉的粪一样，表面上是光的。你看他们表演都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谁苦谁自己知道。很多人在国内混不下去了，他是被迫背井离乡去日本打拼。这样的人他是会活得越来越滋润，因为在国内他找不到机会，也没办法再活下去，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都找不到。但是他到了日本，他通过吃苦努力，他的状况马上得到改变。这样的人他肯定适合移民。当然了，去日本找工作和移民又是2个概念。移民什么意思？你打算在日本待下去了。有很多人把小孩到了日本，完了之后他想着以后小孩还要回国，我觉得这是本能的既要又要，他没想明白。你要把小孩带到日本去教育，那以后就要踏踏实实做个日本人，就要在日本待下去。你不能既要说到日本去教育，小学就去了，在日本读完博士，完了之后让他还回国发展，指完了以后还回国，那你是这脑子有多大的坑？既然移民了，你就死心塌地要做个日本人，就准备融入日本当地，不能既要又要。当然了，你移民美国、加拿大都一样，一个道理。如果你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死心塌地融入当地，变成一个纯粹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或者日本人，那你面对当地的这些困难，对你来说就不叫事。你要融入，你要接受，你喜欢的，你选择的。所以在国内混得还可以的人，他如果不是特殊原因，他移民一定会不舒服。也就是类似于这种中产，你说他在国内，他实际上还比较滋润，他压力虽然有，但是也没那么大。你在上海年薪100万，那过得是非常滋润的，压力有，但是也不是特别大。这种人移民十有八九很失落，因为你到了日本，你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你还能年薪100万吗？做不到了，人生地不熟。你呢，在国内那一套，在日本不开，玩不转，你得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玩法。你日语又不行，那就相当于你到了日本之后要从零开始，你比一个日本人还要差，这种落差你能承受吗？所以移民对2种人比较好，一种是特别有钱，他根本不在乎，他就不需要到美国到日本还要赚钱，他去就是花钱的，有花不完的钱，对这种人比较友好，你不用考虑赚钱。还对哪种人比较友好？那个蓝领打拼的，他在国内混不下去，他到了日本到了美国，那是如鱼得水，只要他付出一点，他的收获就比在国内多得多，是吧？对2种人比较友好，唯独对中产
高不成低不就的。所以说句什么意思？如果你在国内还没到揭不开锅的时候，你不要老想着去移民。一旦你要移民，你一定要想清楚，恐怕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美好。那你在国内根本就混不下去，找不到工作，那我倒觉得你可以去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去打工。至于移民不移民以后再说，先去干个3、5年的。我们经常看了媒体还有自媒体的宣传，对海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感觉，就有了冲动。一旦有了这个冲动，你真的去了，尤其是像这种所谓的中产，在国内还有个工作还不错，甚至在国内还有小公司还在运转的，他受影响，他移民去了国外，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最后后悔，这种非常多。所以还是要自己想明白。这个文章说的也很清楚，定居是定居，旅游你不用考虑赚钱，你去那儿玩，你觉得什么都好。但是一旦你投身在那儿要赚钱、要谋生的时候，你就发现是2个面孔。旅游你是消费者，但是在那儿谋生的时候，你是竞争者，你要跟别人去竞争。所以跑到日本去买医护件，买那些联排木质别墅，准备做生意。还有好多人跑到日本去开中餐馆、包子店、那个什么拉面馆，最后都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都是中国人骗中国人，骗自己人。因为赚钱太难，不骗你骗谁？骗日本人他也骗不了。那很多中国人去了之后，也只能上当受骗，因为你日语不行，你只能跟这些在日本的华人混，就容易上他们的当，受他们的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